見過，魚巴係咪啊？嚇魚巴就係提到嘅當例子啊，1992年開始有啊，91年啊有91年啊， 91年以前大嶼山經常用性嘅冇租賃冇嗰啲借車啊，你轉係啊，咪借車咯，係啊有啊，好似91年7月中開始走啊，頭先直接有個巴士，有咗兩部咯。 91年7月14號起啊，係啊，係啊。因為當時啱啱暑假，啊，係冇車先借車㗎嘛，借幾日啫嘛。有得攞你翻嗰個天馬未開通就讓汽車渡輪去到叫邊個路？而家行嚟行咁。
粵 A 啊，粵 A 都係廣州車嚟㗎。廣州 C 記錯咗。因為我舅父個，因為我舅父個仔港珠兩邊走啊。都唔關事啊，咁應該係建議 set 㗎。唔係㗎，我唔係用呢啲車，我係冇香港牌嗰啲車嚟㗎。我舅父個仔就係住喺一個住珠海，一個住港珠澳兩邊三邊走啊。咁我因為佢老婆本身澳門做嘢啊。咁方便啊，申請嗰個車牌又可以嚟翻香港，一個車牌限天下。但係坐到去一次去打車就粵 B 車牌嚟㗎，深圳車。深圳。係吉利電動車嚟㗎。綠色添，綠色嘅車牌。通常住舅父嗰度啫，黃大仙。因為嗰度，所以佢最終人住香港啊，因為香港翻工啊。日日過去咯。咩啊？日日過海啊？咩啊？去過咩啊？咪過海咩？香港啊嘛。係啊，過大海啊。佢重複地方就係呢度咯，去到呢度啫嘛。唔係去到呢度，海洋公園都係啊。一樣，我同海洋公園一樣。只不過 H3係去往赤柱方向中環開丁東同金地丁同香港仔隧道。H4就往中環方向海洋公園都有丁香港仔、國富林村、國富同港大同埋天地地城。間嘅天字頭天地地城啊，應該哦，一個就直接入嚟，一個係直接出翻去市區先，直接入嚟嗰啲住山，即係中途唔經任何地方，直頭就直接行香港仔啦。轉雙向聯合30分鐘，即係聯合15分鐘慢嘅好冇啊？即係加翻啲車啊！你加車都唔得嘅喎。你頭先嗰個 H4，頭先嘅 H4都上一半嘅喎。乜有15分鐘啊？即係 H39先係金鐘灣仔香港仔隧道 H4就博富林香港仔啊！哦，即係中環去海洋公園一段路。而家呢打到灣仔之後改東朗大潭道轉去直達赤柱段，又到淺水灣啊！幾巴士啊？我諗下先 ，H3。我覺得H4半行噃，
X 或者啲七千系列啊，係嘛？係7000系列系列啊，都係嘥氣㗎啦，有啲直接都唔睇下嘅，直接飛站嘅都知道冇人會。有取消作成功，加長啲雪山服務啊，旅程。雪糕落嚟，咦，頭先就係坐呢架嚟啦。你喺度騎咗我哋貓電腦嘅，我係驚平㗎嘛。係咯，咩都得見。你中意呢隻定嗰隻啊？有得上嗰架，我都上嗰架，但係班次好嚴重。之前有冇坐到呢同款型號呢隻973？我914、9同9咦，佢係933喎，佢933我都搭過，即係唔係佢我有風咁啊有呢隻，好似坐到 S797。X797，X797反而我坐到嗰個630嘅。我唔係坐630嚟，我坐411你攞先啊！拎咁多嘢坐，冇啊，最有特別係650咯。咪舊年坐啊，舊年咪係因為舊年因為咁你幫我哋拎。因為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正坐啊，因為係等紀律部隊開放咗啊，正唔係嗰度啊。其實就已經冇乜特別，我見啲人係影完797之後去影埋90喎。有冇聽過馬亞木呢間嘢？呢間小巴公嘅有馬
全日通啊嘛，係啊，佢張全日通我冇買過，我真係就咁跑落用法就先 download 官方城巴黨嘅程式，然後為支付寶增值100蚊，跟住最少100蚊啊，跟住喺官方城巴黨嘅 app 買網上購買同埋網定支付寶俾錢啊，網上俾錢啊，我知佢網上俾錢，不過有乜理由買到嗰張行程即係全日通咧？係啊，我有八達通我都得嘅。K171係咪？消息指1月頭開賣新嘅 HK2啊，邊個啊九巴？H2 HK2啊，啊係 H2 係啊，將會係全港排第2貴嘅專營巴士用戶啊，58個4啊，幾平？都係打唔贏嗰個打唔贏。最貴啲你哋嗰個好啊未，最貴係嗰架，NA10同 NA12。嗰個天水圍去馬場嗰條叫咩線啊？唔係啊，係最貴 NA10 NA12啊，即係你講緊唔係嗰啲特別嗰啲啊？咁 A12係60個2咯60多7啊， ，60個7嚟嗰邊咗。排第3年買1R 啊， 1R 嘥氣啊，66個半啊，前日先坐到嚟啊，你坐？係啊，佢嗰啲鬼班次嚟嘅啫，睇唔到幾時有。紅磡開8點半、9點鐘同10點3班啊，佢有，佢係即係佢唔會有 ETA 咯，冇快啦，即係你都唔知架車喺邊。唔係，亦係2蚊優惠就係專營巴士最高啊， 2蚊可以，睇先最貴。你要咁講 NA12唔可以計2蚊落去喎，你計埋2蚊嗰啲啊？係啊，如果有冇2蚊都計啊，都計埋㗎啦，咁啊計1R計落去啱啱。跟住之後你話2蚊嗰啲馬場嗰啲咯，馬場啲全部50幾嗰啲，馬場冇啊，係咪？馬場冇2蚊。 2蚊嗰啲最貴就西貢去嗰個糧船洲啊，價65蚊啊，咩嚟啊？街島航線嚟㗎，街島 R 啊？唔係街島航線嚟㗎，係2蚊優惠網絡最貴啊，係邊個開㗎？邊個開辦㗎？翠華樹冇啊，冇聽過喎。西貢去糧船灣啊，如果將來4月2節之後就變13蚊啊， 13蚊。由2蚊變13蚊啊，佢變咗之後都唔會有咁多人真係出嚟用2蚊俾㗎啦。因為見到唔少長者都嗰陣時唔少長者都用2蚊搭係就係要長車短搭啊嘛。打啲長車短搭打啲巴士係咪？巴士同冇 friend 啊？有證明咗，剩到好錢啊！係咪2蚊嗰啲算唔算明智咧？你係住港島九龍定新界啊？點會？九龍啊，九龍應該金鐘係嘛601、619、603。邊個方面嚟㗎？我哋搭港鐵喎。我話一定搭巴士，因為我回程嘅優惠。我點知？你知魚蛋係點搭嘅？點樣優惠搭車搭船嘅？佢點樣？魚蛋頭啊，佢點樣？或者有隨你啲魚蛋頭。我唔真係唔知佢幾多歲喎。15啊，佢咪攞嗰張8通卡咯，嗰張8通。
唔係媽咪唔得，媽咪放即係咪拖住兩個蚊兩蚊啊！魚蛋茶多得2蚊啊！點到佢有2蚊？我記得白卡咩？係啊。你喺網上 search 魚蛋茶一段教學花字。其實如果收到張白卡都幾好，咁咪2蚊優惠。
A 車同 NA 車啊，同埋 H 字頭路線全巴 H 字頭同埋九巴 HK 字頭。H 頭的廚車有什麼條件？因為唔係冇啊，即係剔除咗啲咋，其他路線適用咯。你花到所有路線啦。Please make sure all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are with you when active. Thank you for travelling with City Bus. See you. 我们已经到达终点站。